影事关，后上太上宫，有花太家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总股吼，大家都伫开门7件事情，柴米油盐酱吃茶，唔过咧，食衣住行，咪係你生活當中當重要嘅部分，尤其係行通交通嘅部分，一出門一定會堵到吼。唔過路況接上會堵到馬路三寶呢。所謂嘅三寶哈，就會造成道路當危險嘅人，然後馬路方面加上使用到呢度嘅名詞哈，你基本有上到50個後生人老大家跳下來分享，到底馬路方會堵到乜嘅三寶了？眾上歡迎。好，首先老大家小嘅就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由海雅駕照，唔過唔是視察上路嘅質疑。好，嘅駕照可能係考慮新冠當聽嘅哈。係。天醫生係老大家小嘅咩強樣係理解了。大家好，我係路況電影上嘅報嘅三寶加加你噶。哎呦，唔係嘅電影報，電影夾嘅三寶。電影上嘅報三寶。三寶，等下來看有乜嘅三寶嘅行為咯。第三個我老大家小嘅就係北檢。大家好，我係由上次檢查未得到，我如冇錢做氣象查嘅北檢啦。冇錢做氣象查，故咗集中嘅跌倒係冇。第四個老大家小嘅就係灰鉗。大家好，我係灰鉗，我咧下時差慢片啪啪走，慢片啪啪走，啪啪走就錯嘅嗬。第五個老大家小嘅就係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特別啲台北市民吼，再騎好多擺，慢奶溜溜這位小鳳。慢奶溜溜這吼，怎麼聽基本嘅後生吼，大家加油講到吼，你出門一定會堵到乜嘅交通嘅部分嘛。不管係自家視察嘅、騎車嘅、坐車輪、坐火車、坐公車吼，你下先問大家，平常時你哋會使用到嘅交通工具有乜嘅？小鳳，我平常時就騎好多擺嘛，好多擺。不過因為有些人咧啊，上次出去了一定會視察嘅。哦，講係頭擺還有試嘅3噸半嘅火車。哦，火車嘅。係因為你一般嘅駕照咪吼，最多都得4度嘅就3噸半。嗰種花柴車係用嘅。係，因為我CT數較大嘅就要拿我搭個考嘅。一般嘅駕照都係4到3噸半，就講自然嘅駕照咪都得試3噸半嘅火車。係，唔過佢可能。做唔得，唔是驚，因為啲台北市咪吼，我上班嘅關係，我上次我去拜訪一間嚇客戶，有上次我去一間簽約，嗰時走來走去咪吼，視察係聽上當，台北市現在視察就要停車費嘛，係啊，嗰時對我嚟講，有停車費，如果納錢係冇冇嘅本田，係一杯難求啦，係啊，嗰時平常時我上班橋都比較多。係啊，係坐公車聽慢啊，係啊，便達性啊，便達性較高啦，錯，嘅冇駕照，有駕照，有駕照，唔敢開。大家好，我係有駕照嘅，加加你噶，唔過我唔敢視察上路啦，嘿，嗰時大家都講我係電影下嘅。三寶就係三寶哦，所以咩竟然駕照下擺吼，你會出門哦，就得拉一下大家吼，大家總得出門啊，我講經驗會出那片哦，會行那條路，公告一下好冇？等下大家唔是緊張，我知道我嘅技術非常嘅好，唔過我唔知大家做乜嘅係我三寶唔掂喎，可能就會電影下啦。有可能冇啦，其實有100槍有100停啊，有100就老魏爸爸嘅茶嘅啊，佢都試到嘅拎嘅補貼咧，拎嘅補貼，係補貼，因為嘅路就動車嘛，動車我都動緊做嘅時間我唔點用嘅是速度嘅漸嘅等嘅，哦，本當嘅速度，係我爸爸就堅持，嗰時候我就唔敢過視察咧，一下嘅交通工具差唔多就係公車、火車，還有嘅車邊都係嗌好朋友啦。唔過嘅駕照咧，駕照就擺好看咧，駕照係有啊，就係拿來揸嘅啊，係啊。不過家裡家講到東方片一件事情，就係尤其是那個台北地區啊，包含有桃園地區啊、基隆地區吼，嘅交通工具啱方便係唔係？真嘅，其實像交通工具東方便，係因為像我自家在桃園嘛，呢個我視察桃園台北按用來回啊，按用試，其實算唔錯。算唔錯。係來到台北啊，係我叫嘅停車費，停車費台北當貴嘅。嗰陣我知道交通工具啊，係當好嘅選擇。交通工具當好，嘅會勤哦，又係做媽媽。我會去士蘭茶，士蘭茶大家都會吼。大家會。
家都会私人茶。好私人茶好冻球啊，哦，我袂去私人茶，袂去奥多拜，和了下私茶了。可是咧好食都会私茶啦，因为我上口又都好高好燃，我是挺会私茶。它封片啦。嘿，和我改茶了下是嘿，新车的年纪，我174摇机，所以记了下嘿老车改公里数。因为几多年的是几多4年啷改茶了下是都13万多公里。我要談唔錯麼？13萬， 13萬，咩3萬係13萬，係13萬，都等於咁嘅。係啊，它我非常需要它，係啊，動式搖機。大家講到吼，就係自家要使用到嘅交通工具。唔過誒基本嘅主題係乜嘅？三寶嘛，所以來講一下，大家都路況吼最驚、最等人鬧、最鬧遇到乜嘢嘅情況，你家先來講好。像我哋路況啊，看到人吼就最惱人係拔煙還有配炭。個煙配炭真係當等人鬧。係啊，尤其係當道嘅人吼都當好啲路況清拆嚟配炭，係做非常唔好嘅事情。冇危險。冇危險，聽說係人愛牛嘅人啊。呢個係一個新咯。我就想講亞洲人做乜嘅冇帶衛生紙，希望人就配啲嘅水給我肚底。即係囤產就好啊。係啊，我講你係正經我老觀眾朋友講，係個唔係好配炭，又冇帶衛生紙嘅人，聽說係囤落去拜託拜託，上落去拜託拜託。拜託嗬。係啊。爭嘅啊，家講失言嘅嚇，你喺已經幾天氣，我都擺做唔得失言啊。係啊，你警察都在做哦，唔過行喺動街我看到嘅風亮燈有冇？張純色個咩有點樣點名啊？唔知幫忙下意思。真嘅，哎用嘅清爽老幾講，唔過要強本佢打。本動嘅本打嗬。所以一燈風燈嘛，大家就冇聽到啲嘅失言地講，大家就批解嘅二手煙嚟。係啊。係，其實咩要擋危險嘅，像茶嘅啊，就有啲茶嘅就係見冇喺老人講，叫佢左轉還是右轉？唔打方向燈係冇？打方向燈。哎呦，嘅平均師咧。希望學嘅我都拜啊，直接仲上嚟非常嘅電影。真見吼，嘅新聞動到係嘅凊彩開茶門，嘅我都話直接衝落去，本嚟韓國最嚴重被衝到被死亡嘅。真見，還有啲茶嘅啊，我都拜好，就當好像學長愛鳥，好做當好啲休息時間，不懂事嘅時間當好啲啦，特拜。改裝嘅係西部牛啦，小老婆。係啊，就用動到錢啊，過嚟做嘅殺嘅 engine 嗬 ，engine 老係過嚟做動態殺。係，是我就知道都唔掉，非常動腦嘿。真見動腦呢種有時間哦，有啲搬家嗬，三公搬家，衰退嘅時間就都在做乜街哦？還有搞唔清楚嘅哦，前面就風亮燈哦，就歪倒嘅哦，歪倒嘅行我哋，嘣。係有，都在做乜街哦？幾百件都路況最鬧遇到乜嘅情況？其實哦，我剛剛吼，老李家講吼，但是我李家講吼，出門之前我老大家講一下吼，其實吼，我咪係散步自己啦，2000啦，睇白啦，你係唔係？你係唔係哦？絕對唔係哦，因為吼，我改良師哦，考駕照嘅時間，改就一貫按到直線7秒，我係按樣考到的，按樣腳。開，哎呦，撐到見天差見邊係麼？搖來搖去，哎呦，順條跟人講哦，哎呦，你那種人哦是三寶哦，道路哦都危險哦，很危險。後來我咪唔知哦，後來我道路上ขี่車嘅時候，奇怪呢，我時常不應講哦三字經哦，不應按喇叭，我才發現原來哦我係三寶咧。你講啊？我是咁講啊。你係好朋友啊？我已經發現到係。係啊，我到後來才發現哦，後來我發現哦，我講做唔得啦，我改變，你一下，我係改種吼，教人三字經教人啦，學人吼從開始前我用騎車亂騎教人，我係哎呦，冇啦，你一下吼，我嘴腦教人是改種像你家講嘅。有人吼不打方向燈，我看過嘅，有人吼讓方向燈只有1秒鐘，1秒鐘係讓乜嘅意思吼？方向燈放向燈所以老
還有杯計攞去炒群島啊！你講你釀熱苗係釀爽嘅哦，營養強的啦，係啊，你唔意思嘅，營養意思，啊，你講硬要打哦，唔係冇打哦，check 你冇看到，冇快退啦，喺消防條牌帶種下有拄到乜嘅事情？哦呀，種下青島嗰種當厲害阿公阿婆啊，嗬，你去嘅奧多拜私人茶，還有切對無鐵嘅起碼嘅高爾夫球車。如何是高爾夫球？有一啲鄉下高爾夫球真唔係漳州的一個高爾夫球場。我嘅對嘅阿公阿婆來講，佢就係一隻豪車、房車，唔知可以鋪茶就係嘅。你記到一做法未嗬？記到冇打風向燈嘅。我知道，記得阿公阿婆真係用什麼樣的試茶？係用什麼樣用什麼？有上次叫佢做法，較長啲我哋看一下。啊你見，現在做乜可以吃呢？見到試茶看條線，叫佢做法你見佢。然後咧，叫唔緊法，然後嗌啲後輩要唔知講，我都係高音唔高啲啊，都係炒技啊。如果你行較長啊，要到係用點話，連看都冇看，而係用剪條嚟表示講我做法。買一片哦，唔該做法咯。然後佢就照着給他正常的定律，按你天天的查嘅照片，比如按你天天的，你眼眼看到佢，你就要知道哦，佢也係愛做法，你就要較近條，你就要更加繞高近啲嘛。他還有一樣點嘛，佢種下面哈，上次態度冇差嘅，佢就照片看一下，哦，有差驗，就冇匪夷咯。佢就看 U 片，你就講啊，你過馬路看照片，看 U 片當真相有嘛？唔係，佢看照片以後就看 U 片，佢條男嘅嗬，就見冇當當嘅看定 U 片，佢照片輸晒嚟，就冇飛機嘅，就冇飛機嘅，佢做輸晒要嘅太科查來，佢咩冇飛機嘅，反正佢看過嘅就好嘅，佢看過就佢看下就看 U 片，然後佢條男就講定啦，你就食行過去，今年已經行過去了，那騎好多擺就騎聽到嘢腳順條，那就。強強嘅，爸也嚇到咗。好快錢係咪？就嚇到。佢看 U 片咪好，最起碼看有15秒。竟然去到路檔，佢乜冇成講假照片，我要查撞過來，你真係可以係，我冇查。大人咩成都咩半年咧？我跳戲，幾好阿公阿婆動情哦，阿公。咩？因為係有同感嚟嘅，因為我曾經有八個阿公阿婆幾時安樣？係啊，真嘅啊！叫做咩調絲調故意，如果叫做真嘅冇安尼觀念。挺好，睇緊第一百幾條下晝就會中風。我哋都嚟唔出嚟喎，他幾邊度見到找你賠償嘅？咩嚟擺下？跳戲。好啦，跟住啊，唔可以試茶，咩唔可以試茶，跟住都路況要度過嘛，該當歐巴嘅事情。因為他們都做車邊係要貢茶嘛，跟住做車邊嘅時間用嘅。跟都高檔啲嘅好咧。幾好嘅嘛。跟阿婆有青島嘅招牌嘅通作，我唱嘅呢家老外講下來演一下。啊，佢係示範下好，來。都插潤一係火柴，喺貢茶當中度到乜嘅情況。他本嘅阿婆做插潤嘅時間，嗌係阿婆，呢家就係嗌。係哦，係個。可能阿婆就會有卡棒，係冇卡棒用數，就按用硬推你推。哦，我剪。哎呀，就像我夾送乜嘅意思呢？什麼？送乜意思呢？送，因為佢親戚啊，會湊佢夾送菜，像我唱 B 嘅呀，佢說前面夾送去，係親老年，因為夾份親講，已經親講很硬送，係啊。除咗呢以外吼，你平常時候都路況咩可能度到行那歐巴嘅事情，你先聊一下，等下轉來繼續來談，至於行度過乜嘅歐巴嘅事情咯。如果係青島年去送茶，我要下段，嗰送我要做後背。看唔到，因為聽到年嘅，個貢茶時做後背，我要做最後背，我送茶時啲門就關起來，我就幫佢夾到嘅哦，你就順夾一半。夾到一半。後來嘅茶檔嘅阿婆啊、阿姨啊，親來做香講，夾到妹妹啊，佢就開門，我就問哦，謝謝哦，這樣子。哦，歡迎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家自己講到很多嘅經驗，談過還有一個
不知道该哭还该笑嘅伎样吼。唔错，你真係非常嘅神奇吼，因為啊，你時常啊做觀察嘅時候要請導人嘛，嗰時候呢係有一點係我真嘅請我嘅觀察司機開車呢，係要觀察咩事，請假就冇電影，有一擺係請導人去上台，我要嚇斷，嗰時候我要做後背，看唔到，看唔到，因為聽導人嘅，個觀察司機做後背，我要做最後背，我上台時啲門就關起來，我就幫佢夾導人哦，你就順夾一半，夾到一半，夾一半，真係夾一半，後來嘅茶檔嘅阿婆啊阿姨啊，請來做香港，夾到妹妹啊，夾到妹妹啊，佢就開門啊，就慢慢哦，謝謝哦，這樣子。這個阿媽打空調，唔知愛笑也係愛叫。真嘅。那兩下躺又動好，手幾時就應該動通哦。幾長時間我有得見笑。夾到哪度咧？就是夾按用一般嘅。所以技術誒。所以其實好啦，冇講笑唔啱，唔過看飛鏡看寫到按到誒，老太家講一下好冇？係啊，呢5點啦，就是挨到係挨動腦督導嘅。第一個是係個佔用車道，佢佔用轉彎車道。挨啲啊，要對路下後台條左邊嚟左轉其實話有一個轉彎車道嘛，佢頭版挨是按戇都後背等，等佢走，佢挨陣要好行，如果佢行切路嘅嘢，係，佢是用左邊嘅插頭。係啊，佢挨兩下好近誒，只係要差擋在轉彎車道先，挨是按喇叭。見到全世界都啲，佢見到佢走，我就要路啊，係，佢第二個是係兩開車並行。哦，佢話好。哎，我當危險誒。當危險。係啊。咁先食鐵好咧，所以應該係為差咁啲外用班用嘅沙啦。跟兩台並行沒有，就看馬莎先轉彎。都唔得啦。係咪？佢第三點是係歐多拜走出來，係啦，頭先記得講嘅阿公阿婆朋友。好點點，呢個起好點，其實走出來，你自己會嚇到，係咁咪當危險。佢個提示點是係頭先介台差，其實按當慢數按件事，佢陰啲幾度點愛轉彎，佢係幾慳來行。幾度帶做乜嘅？係，結果就發現幾度嘅找停車位。佢清差會。係啊，你直接當老人咧，當老人梗係趕時間嘅時間看當老人啦。佔到人嘅空間啊。係啊係啊，是千萬唔得。韓國停點最尾是強行超車，尤其係太差嘅，知道保險都在講嘅。cái方向燈打1秒鐘，其實超差死咧。係啊，真係唔點樣用解釋哈？對吧？真係會都後背人看到會動一下，又不是在幹嘛？上演什麼劇碼嗎？係啊，係唔係？動危險，非常危險。家家下都講吼，都路況最定熱鬧嘅事情吼，你喺問太講吼，都路況行路啊、坐車啊，也係試車嘅時候，有度過嘛個施工嘛個虧喏，至於。係個唔係是虧係真係請電影講嘅事情，因為青島嘅機場它會搶嘅人客，有一班外勞外嘅朋友，你係青色可能係各種嘅用事哦，你趕時間可以出去嘛，故所你就招數嘅機場塔過來，故所一開始嘅 A 茶 A B 茶吼 ，A 茶之前看到有插過來咧，唔過 B 茶咩看到你咩過來咧，嘅 B 茶就留你下權，故所 B 茶就過來咧，你非常趕時間，故所呢雖然 A 茶先看到你，唔過你還是先送 B 茶咧，係大部分機場茶可能冇載到人，下就就算咧，係厲害嘅來源用嘅，你送 B 菜嘛，個 A 菜就非常嘅發鉗，非常嘅鉗，就開始堆眼力哦，堆到順風，就像個玩命關頭，台北失敗嘅玩命關頭。外冒出嘅我把係真勁嘅，係你個 B 菜係A 菜就老 B 菜並行，係 A 菜就開個窗門，就開始媽個我再發。開始堆倉嚟就錯。係兩片總唔得講嘅話，開始好，你嘅司機嘅咩開窗門咧，咩開始兩三年出去火嘅，開始見連三個。堆倉嚟，開始然後你就請假啦，然後
强就干。冻强嘞，非常的强，不过呢，个 A 茶还非常的硬强，完全不放弃，继续追，还上高架，上高速公路啊呢，猛冲，哇，今年比赛那个时机嘞，时机你冇单数开菜，还咬一边龙讲，妹妹唔是强啊，妹妹唔是强，我都冻枪嘞，哎你就你點啊？對到 Andy 愛去嘅地方哦，你就夾夾，係，哎呦，你個下菜，幾下菜啊？你要付2台菜錢嘛冇？2台菜就多咩？個 A 菜 B 菜。每晚嘅要俾 Andy 去附嘅，去切架幾去對嘅，Andy 就殺下菜，你請講幾兩三年開始上大啲嘛，後來我就有一段時間就請講做嘅幾場茶。哦，係啊，那這個會本人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草繩。真的。真嘅哦，凍強吼，佢附近頭擺有度過嘛個事情哦。一件事情可以事故改經驗，和任何一件事情是好笑的經驗。我先講事故的經驗。好。事故的經驗是我聽風燈，結果後部架車衝上來。我係聽嘅哦，我冇聽通哦。佢衝上來以後啊，雖然講該車子嘅外傷沒輕嚴重啦，可是對方其實從運動就誠意安因講，你這個用那個汽車美容處理就好了啦。其實安因讓我講，可是我一想我是都係唔對啊，我是打幾個，因為佢要離開嘅時間，我要攞佢，係我是攞佢頭中名片，結果我是打電話。打去公司嘅電話講啊，簽佢喺攞去公司嘅已經講，佢嘅差衝到我嘅差，結果部香港場啲啊，可能係因為佢時間係公司差，係，所以佢想實際到事情解決嘅時候，不想把事情鬧大，係，所以我報每我喊係去到愛報警處理，係真嘅，要真嘅哦，愛報警處理這樣子。係啊，所以部香港是係拄到空用嘅事情，堅持一定是係報警處理。附近動錢咧，係我先打電話來抗議嘅吼。係啊，拄到空用嘅，係拄到嗌唔快嘅，將嚟上空嘅吼，按到客戶嘅名片啊，凊彩哪一度本嘢就這。嗰時候佢要抗議啦。係啊，我要打電話。係啊，係啊。啊，你拄到空用嘅啦，係啊，真真咧。即拄到後生嘅事情，成件事情嘛。成件事情就當我想，我空用聽風燈，喊起價。係奧多拜，喺我人是看到，唔係，又嚇唔興嘅係冇？唔興，我人是看到一條動態跳嘅狗，大麥地，好可愛哦，可是它很大哦，動態其實行嚟落，喊口水按一8天，我從我幾度啲做嘛，結果幾時行過來，行到我奧多拜等我起嘅。問題係我趕時間，我係上班啊。終於你喺奧多拜啦。係啊，可能有味道對。係啊，結果是綠燈嗰時候行咧嘛，佢唔走啊，佢是起電，我唔知要怎麼辦，佢走佢咪唔走，佢咪唔走，幫我嗰時候用奧多拜用沙誒。等佢沙出來係嘛？係啊，沙下去啊，因為佢跳台咧。唔過咧，呢件事本來上當係頭擺喺騎車嘅時節啊，外面有拄到，唔過佢喺細腳吼，因為離行啲嘛，拄到紅燈嘅時節，對 A 車跳下來，翻到 B 車，他已經紅燈，佢看哦，有新嘅奧多拜，就跳到 C 車，啊你呢件台灣不如反天嘅啲嘛，真件當聰明講係真件嘅事情咯，係啊，真件當貼片，家睇下講到吼，似個失區嘅，唔過還有一種情況係明明係對方嘅唔錯。結果變到最後，自己裡外不是人，係唔係？小鳳哦，有啊，就是有拄過咪吼，愛騎奧多拜，嗰是對應該係逆向哦，逆向嘅車，然後衝到以後，那種車就對的嘛，好，愛先閃開，佢就下走誒。啊！佢下這以後啊，就夾對啊，對啊，機電查牌以後啊，就先報警察咧。好，報警察，警察花了6個小時，將請到家人。哦。最後來個下面吼，全身醉醺醺的啦。哦。是酒醉啊？係，是酒醉啊。嗰種佢酒駕。唔過，其他警察講啊，佢叫嘅事情啊，講下晝1點。啊！你還已經7點人嘅啊！講我後來爭啉嘅啊，我冇視察嘅。唔過警察咩動槍哦，佢對家嘅上班嘅工地有冇？喺工地話有嘅工寮嘅食飯嘅地方，有監視器，佢當佢有設酒。後來啲中間嘅時間，啲馬路巷嘅十字路口嘅監視器咩嗬？你有搭嘅我諗乜嘅？
挡风玻璃有个遮阳的那种，系嘛？唔讲给解析度都在破那个遮阳的，看得到驾驶者喺骂啥哦，给看得到的哦。就你听讲视察诶，嘿，你一只时间内面吼，人家董主藤有食酒，你一只时间内有视察诶，都连下酒测，其实都按你判定讲，还有酒驾，吐酸出来，用推算的没哈，完全合理的情况之下，没有现行犯抓到，佢咩酸？唔讲我冇法，咱我拄到一只迄样，佢冇钱呢，佢冇资产，哪里冇犯？不条空空，佢冇不动资产，软囊羞涩跟你。嘿，你哪有讲？凊彩啊，你讲我赔几多就赔几多啊，凊彩啊，总唔讲，反正你要拿唔，反正你要拿唔到，往实体去冇钱。最后迄架调价嘅公料嘅调价有冇出来讲？可能就变过期啦，我推佢出2000。哦，够好呢。真嘅呢，杜东良事情要乖张在加调价，然后佢出事咧哦，冇挨以前乜难磨。佢所以喺好嘅調價，你咩動水嗬？就講拿佢冇法啊，佢講佢咩唔驚，係啊。嘅附近哦，跳擺有度過乜嘅事情？所以咱咪愛有唔錯啦，係。我是撈叉並排停車啦，結果嗰陣已是去歐多拜，從安英博前。今天大家都是三寶呢。後三條，其實去歐多拜安英轉彎，結果是對道咧。佢嗌嘅東西係下去便利商店賣東西，很多人開始看到去逛愛車用不應圍住，團圍住，結果歐巴桑開始講啊，就是你，你車子停這樣，害人家跌倒。哦，有按你講。係啦，結果嗰時可能佢真是跌倒啦，嗰時想講可能要受傷嘛，解冇。結果我問佢時讓我講，給我錢就好了。啊，係你在嗰時都係嗰時誒動奇怪啊，怎麼會給你錢就好了咧？很保險嗰時想講，我係報警處理，因為我有經驗咧，我係報警處理。你衝擊下擺，衝到有經驗未？他開始要叫我係報警處理哦，該應有準備應該身份證哦，應該駕照，其實誒我講駕照為什麼要駕照？啊，這嘛唔是駕照。係啊。我講啲講嘢咯，叫無照駕駛。哦，真嘅唔好考過，真嘅。結果12000哦。結果佢隻駕駛錯驚，因為佢冇駕照，佢是打電話撈人來了。哎呦。向向提來。倒霉咧。結果後底佢個向提倒嘅時間，我向個警察未倒。哦，佢係啲拄到一種唔是驚，你話我像我有一擺咪好，給人家查嘅咪好。挺多嘅風險，我冇生意變到佢，我就想講冇關係，我應該唔是負全部嘅經驗，因為佢挺風險，我這樣變到佢嘛。後來警察來咪吼，叫唔咩？伊講佢挺風險係假事情啊，佢挺風險咪吼，吃完又加罰單，啊佢挺風險你就去衝佢。安尼做唔到，不錯，一佢違規歸違規，挨衝動佢安尼算肇事啊，一刑事，嘿，主講也係分開處理嘅，人上去你嘅就係你好點點去衝佢，嘿，安尼係分開哦，違規歸違規哦，唔講衝到人家損害，還是要賠償。誒，你什麼嗬？黃少鳳先生佢咪嘅交通小教室，我已經出過嘅，我就知嘅。其實卡大家嗬講到青島嗬，你都如何行會讀到嘛嘅？等人家，等人會也係好少嘅事情嚟，你下閒聊下，等下再嚟繼續嚟講咯。佢要出見溜數機，見溜數機，完全冇看路。韓國啊，印度的吉沙這邊咯，佢還唔知哦，見溜，扒一下，佢張條，原來佢啲溜數機看到挨到咧吉沙，你知冇？呢個就嚇到跌倒咧，就是說當件事要夾手刀跑走。哦，歡迎到咗嚟後上太上公嘅節目現場哈，剛剛有講到哈，到底是別人的錯，最後變成我的錯，你敢沒有按那個事情係冇？真嘅，尤其係行業違規嘅事情啊，行業違規嘅事情。冇錯，因為呀下大家都有數據嘛，見溜行到那邊就溜到那邊，過馬路咪溜數據，就錯當危險啲嘛。係，尤其啊像大家視察，喺去歐多拜啊，都啲按部呀，視察去歐多拜視線啊，講唔好啊，係講唔好，韓國個落水呢又看唔好。我說有時有一擺呢，我老我朋友向下去視察，
调音视察的时候，我们就突然急刹。应该唔係女士哈。唔係礙事啊，迄個礙事竟然可能屍體，冇啦。因為嗰時就急剎車，你知因為你點冇？因為機上人吼要做到無手嘅。哦，要按補貼。嘿，按補呀，要係落水，你知冇？佢要去見流數，冇看路，完全冇看路。韓國啊，因到啲急剎這邊咯，佢還唔知哦，見流，em 扒一下，佢張條，原來。佢咧流數，佢看到捱到咧急剎，你知冇？結果就嚇到跌倒咧，就是當件事，夾手刀跑走。係啊，真件就見流數，佢冇注意到啦。係，韓國有落水。觀眾朋友，我要提醒一下吼，嘅行路絕對唔好流數，佢哋下開始要處罰咯。真件我注意韓國吼。落水田啊，按補呀，千萬唔好做嘅無手，你都看唔到。真嘅穿那個白色系的衣服，真挺好。熒光色，亮色性一點。最好穿那個粉紅熒光路跑色，絕對跟100公尺以外就看得到。應該當到熒光色嘅衣服啊。做嘛？應該有洗啊，因為看唔到係嘛？誒，唔好按你好嘛？自己看行看有哦。好啦，剛剛大家講到就係去家視察、體察、度過嘅事情。不過，從台中運輸嘅交通工具，會唔會遇到當地人講嘅事情哦？自己先來講。有興愛咧，嗰種是真件清電人講嘅，嗰種是。你嘅水是咩動到呢？係啊，真件愛嘅想法非常嘅澎湃吼。愛貴重嘅時節，就愛坐嘅公車嘛，愛就坐後背順風嘅 V 嘅，因為係兩閘 V 嘅，愛就坐下地軌度嘅嗰隻，靠重門嘅隻，愛就坐呢批嘅，跟順風坐一隻阿伯，愛就坐下來，跟阿伯就開始讓愛講翻大嘴鼓，大嘴鼓，佢講誒，讓阿伯走嚟帶下嘴鼓啦，講了後，佢個數就。名都嗌嘅太狗逼，可是名就會變態啦，變態。嗰陣時嗌真係嚇到，唔講嗌嗰陣時要跳後上嘅，嗌就嚇到完全懵體，冇辦法講法咧。後來嗌就佢個起起來，嗌係老姨講，排泄，嗌就佢個下柴嘅。真嘅。都真係驚誒。其實不管係誰來誒，誰冇都公車也係台中運輸當紅了，還有那個性騷擾令嘛。就算唔敢講，真係我傾嘅性騷擾令，防治性騷擾。真嘅。睇下家講到係當地人啊，還是當地人講、當地人會嘅事情，有乜嘅當地人寫嘅事情冇？哦，有，我讀到啲當地人寫嘅事情，就係嘅接受我抽火柴嘛。有一擺抽火柴嘅時間，我就讀到啲後生嘅家庭，差唔多30人歲，聽，佢就老幾細年哦，4、5歲差唔多幼稚園嘅年紀，講客家話。講客話。即見講客家話，有知道哇呀哈後生人啊，佢當小啲講客家話，還有後生家庭願意按用教細年客家話，知道。繼續教育。係，非常之在重視。每本來你猜錯所有嘅後生一個重上，再一次嘛。動好，誒大家都當為講下吼，幾質疑咧。誒，讀到係清神奇嘅事情，因為我大部分都坐公車，很有插遠嘛。有一班係坐公車啦，配嘅菜衝到咧，係因為平常時你後生人坐公車，一定會讓位嘅本老人家坐。故說嗰陣時我係冇位嘅坐嘅，佢衝到一定係清太練嘛。故說我嗰陣時係單數就來電嘅公車版係一幾數係拿電嘅牛奶罐，牛奶罐係最太乾嘅，嗰陣時衝到嗰陣時，我牛奶罐比出去唔掂喎，唔講好菜鳥嚟喎，我真嘅做嘅公車吧，做到清閒，好菜我嘅人冇比出去，後來嘅我就盯住，後來好，跟我就拿那個牛奶罐，跟冇辦法就衝到啊，就呢個人就會下菜，就下茶。蘇太太，因為唐公還有其他同好些嘅事情。你係真嘅清特別嘅事情，因為啊，我喺等公車，大部分啲公車來，走數，一格行到條線嘛，我等嗰陣時都係落雨天，嘅疫情太，落雨天嘅時嘅公車拖，咪會有水，接到有啲過，係，嗰種嘅公車要。四都凍架，四都凍架就
小凤已經點唔去拖嘛計。為啥佢就創業創到個公差拖，跟人做嘅時候得，四面來嘅時個水啊，煎上來個跳大波點唰，全部。來，記翻原本就係叫，一般來講，本水煎到有冇？呢個係按嚟拍上來。係啊，胸脯條按嚟天天嘛。呀，我按嚟跳拿打嚟，哦，你見跳，有一啲困難咯。跳拿塊事。誒，一對我來講就按嚟天天。好，唔係因為真嘅疫情太嘅水要清甜啲麼？佢唔係動感嘅。係啊，嗰陣時我真係感覺我就唱嘅天壤地別度嘅五主角，因為我感覺按樣嘅事情真係五主角才會讀到嘅，係選個配角是遇不到這種事情。就係失戀跟五主角。我知道喊他感嘅是係駕駛機台才係我坐喊他感。就係我愛坐嘅啊。我見你在按水呢。我愛上茶，嗰上來就好就上菜，配上你全部都冇淋到水就矮啦，就試我就上菜後就拿個衛生紙。衛生紙還得滴水，然後拿一種衛生紙真係清水。好了，謝謝你的分享哈。還有畫面。還有誒。哦，還有哦。啊，沒還冇啊。還有。想要結束的話。我遇水則發，遇水則發，你冇？還有一擺很厲害風采熱嘅時節，度好，給一天青苔嘛。喺有啲時節給啲茶園啊，當紅嘅用嚟牧鹽，就會有水，係接水。給茶園一開門了後，就人頭前你就先出去，一出去嘅時候，個水就流下來，佢就規身嘅都是流下來，規身嘅屍體就讓我加下強用，給好菜用嚟，我出個後背，我就燒佢。佢前面人被毒到啊！係，我知道，佢係水神啊！佢炒乜嘅菜就俾兩台菜上漲啦，公茶上衝啦，好本事。你喊白去炒公茶，炒茶不認識，老嗌你講好嘛？結果出門去視察就老嗌你講，你去炒茶去老嗌你講，哦，啲好。好啦。跟住我哋度過乜嘅神奇嘅事情？我頭擺唔啲講咩嗬？炒火茶咪哈，因為我知道炒火茶東風片嘛，如果我冇注意到一件事情，我帶錫紙，嗰時候台北到錫紙最夾嘅方式係炒火茶，15分鐘就會到，咁啊，試茶嘅橋多擺就冇啲人夾。我就想講，那一台茶誒，因為細顆係小站，錫紙火茶頭嘅大站，我想講那一台茶應該就會停。自強號，那一邊茶都會停，係，那一邊啊，那一台，一台停。台北、長山、南港4顆有嘛？結果我坐幾台自強號，其實台北、長山，後來就吃下7度誒，你知嘛？哎呦，當我冇停，超高咧！當我冇停，後面遇到嘛嘅，後來真係講，架火柴有分海鮮個散鮮，海鮮冇停錫紙火柴頭，出只到7度啊，下盤茶係盤轉來，跟來回嘅時間啊，電動研究講得咧。講到呢個事情，唔單槍唔啊，飛機咩動厲害，韓國係哦，佢比你還得厲害。我坐高鐵，我到新竹上茶，我係去台中啦，我和對號座呢，我湊人哦，結果怎麼下一站是板橋啊？下一站板橋。快台高鐵冇咁冇曬，你錯嘅三個位係啊，我錯嘅三個位啊。跟住係酸得火，以前就都不用橋去還有這種。好啦，這樣跟人生把青島時間就會炒菜啦。這裡有場所謂暗用誒，就會炒關的，關係，關的，因為北上南下咩唔清楚，車子就。大家都講到懂神奇嘅事情，唔過吼，唔但將嘅按了唐講吼，把強語嘅喊那神奇嘅事情，你先聊下，等下轉來唐去講了。我完全唔知哦，我本人跳協咧，今日我才發現我本人上川島爆肉公社 FB 嘅爆肉公社，肉鮮肉改肉啊，咩肥肉，唔係啦，梗係肥肉啦，梗係鮮肉啦。你別後面說對啊，肥肉公社啊，咩啦，爆肉啦，你看下小鮮肉啦，梗係爆肉啊，飲。歡迎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，剛剛大家都講到懂神奇嘅事情嘛，不過唐講嗬裝扮強，因為個相片係從頭到尾唔啲係你啦，講一下好冇？我係攞嚟啊，嗬炫耀一下嘅，是係嗬，唔過嗬，等下。
哪嘢？我先讲一下，了解故事，了解事情吼，咩最近嘅事情系哪个事件？去年系去年嘅事情，系老俩下就10公斤嘅距离嘅差别嘅时间，该系就一摆吼。哎，唔好拿人家露台相片来好吗？哇！系该系吼，挨就一摆。错佛差去芙蓉了解时间，有一摆吼，挨唔对哦，挨完全唔对哦，挨本人跳翕咧。哦，今年挨长发现，挨本人上传到爆肉公社 FB 嘅爆肉公社，肉鲜肉改肉啊，咩肥肉，唔系啦，该系肥肉啦，该系鲜肉啦。你连还没说对啊，肥肉公社啊，唔系啦，爆肉啦，你看好小鲜肉啦，该系爆肉啊，点点。好啦，係去年你話挨完全唔知吼，上傳以後吼係隔年偏就老挨講挨漲地，你講吼，你係錯佛差，錯大眾運輸交通工具，最大嘅缺點是係為本人跳翕。哦，你放心的，他唔會，唔是這樣。好的，你一下唔會咧，因為哦，然後你嘅配咧10公斤啦。我感覺你喺歐巴喺機械用嘅數據架來自拍哈，係啊，你吹到咩？看電影，唔係自拍，唔係自拍，自拍怎麼會是按用角度哦？挨到都叫爆料講有人出去炒菜時，係用醬味。鮮肉是鮮肉啦，比男朋友好看啦。你一下就唔係鮮肉，你一係配料來生意哈。不過他剛剛講到哈，對，動身時嘅事情嘛。現在要問大家，是大家都會炒菜，會試菜，會起菜，不如來現切嚟發。大家會因為炒公茶、炒太空軍屬較方便，還是個試茶起茶較方便哦？小鳳，哦，係啊，係啊，幹嘛做強盜？沒有，就好。有冇在黃塘路？因為挨做也就像是空用有人減皮有人脫臭啦。就記得就說炒茶較刺眼，挨就知道橋多擺較方便。因為我對我來講。我橋多擺咪好，我唔是等茶又要對嘅時間啊，盤茶又要等啊，又要轉茶。不過也下真件炒茶已經當方便嘅嘛，古時我知道也就供應數好啦，供應數，我係起茶誒，給蠻耐搞出嘅飛機一定會吃到試茶較方便係嘛？試茶當然好方便啊，不過係講後人，我係會選擇大眾運輸啦，係啊，因為後人有試茶會甜嘛。係最近會變到疲勞駕駛，係路況不熟悉，所以係真正好講，我係會選擇大眾運輸交通工具，係之一咧。我會選擇大眾運輸，因為我剛剛唔單純係方便嘅問題，係安全嘅問題。安全嘅問題。像平常人就唔會有保險嘅問題。真嘅，平常人就唔會隨隨便便坐騙人嘅奧多拜啊，係踩，因為。奧多拜真係衝到會輕危險，會輕嚴重。係，那係真係做事有一班人係因為條路嘅關係，嗰種是必須要坐配上人嘅菜，其他都佢係頭文字 D， 真係係佢嘅山路 D 嘛，是親家，真係親家，佢係佢嘅貨菜。就用一級數安尼，箱型車，他是開箱型車，唔係後生人，佢開嘅箱型車，佢老到佢開賽車人啲嘛。唔過你眼剛剛愛用招錢，後面冇辦法，因為係做些關係啊。這世界有其實都人生走馬燈都會想嘛。係規路誒，就是出去祈禱，根本你一天完全，快手，根本你完全真嘅，給你家咧。每次都台中公氣較好啲嘅，因為按用時間嘅控制，卡位係控制卡位低個，因為幾時陣會多嘅，我都可以收菜。雖然試茶係較夾掉嘅啦，唔過係從按用咩較安全，因為發生乜嘅事情，其實政府都係有補充啊。就是講大家講有嘅共享嘅保險嘅問題啊，係咪？按你講清楚懂唔好？唔過訴訟嘅時節唔係以上，大家一起付，唔係按你好唔好？是政府有保障啦，係啊，嘅白險咧。大眾運輸+1+1+1，假日吼，耶！你現在是誰啊？你們愛去從外做發通主持啊，外趕倉啊，趕事件啊，假使愛一架試車哦，去奧多拜哦，愛冇辦法專心讀資料啊，宣告安樣。假使吼愛一架試車maybe吼會撞到皮沙。你會用到這啦。係啊。故說嘅真件哦，冇分析嘛。假使你要一架試車，又係其他去奧多拜哈，一下就拿個數據來講，哦，我下根本要
踢那片，真正动危险吼。还有会压到安全帽，会压到发型。嘿啊，你看青葱腰，你看青葱腰。如果讲到安的吼，最尾情况大家来建议吼，都带你用路安全，用用板来提升，用板来注意到的。我感觉那迄整间七家地讲七家迄三宝，主模食材的松露还迄汽油多摆松露，因为呢唔但用诶，先讲，因为按用唔但将迄买上海都七家，咩买上海都配3人嘛。佮像咱按用大众运输达人啊，除非你也偏要老人啲观众朋友，喺七家讲一下。你刚讲嘛个七家万人。大众运输达人。达人敢配按呢？达人嘛。达人，因为就算平常你坐太冲运输，还会有啲危险嘅事情。係像你喺行路嘅時間，要注意到嘅風電啊，還有強電，係除咗電風電嘅時間，冇出去嘅風險，一定係屬於地軌度。係，因為有啲時間咧才轉彎，係冇錯。係因為那係一到強電嘅時間，冇衝天閘。冇冰地去，係冇，因為那係冰地嘅時，有人會衝風電，就衝動你愛在用架實。愛在，即真係好好咧吼。其他人咧，給你個有咩建議？我知道就係行路視察、行過啊，去奧多巴嘅時節，絕對唔好溜手機。真嘅。係，因為溜下手機吼，出現其他會文明片呢，真嘅。係，因為呀下動人都會按用像電風強電嘅時節，咩啲溜手機啊，按用嘅時節就動用以為危險。都帶有乜嘅事情做啲嘅溜手機，緊溜，連過馬路沒有溜。真嘅，工業青苔呢。係啊，少溜手機嘅時候係較安全啲嘅啦。出得嚟溜手機嘅，小朋友嘛建議。家講溜手機嘅嘛，講我係知道視察木愛衰腳，哦，嗰還有就講嘅騎奧多拜咩吼，我知道唔是騎到按夾。台北市蠻耐就有風強電，按你夾一下咩吼，馬上有風電又停下來。講下難聽吼，你看你看俯按夾吼，慢輕嘅轉不卡。慢輕，誒真嘅，誒慢輕嘅。夾1秒鐘，慢輕嘅轉不卡。嗰種橋都係很手切嘅意思啦，講唔出來。天天嘅就好誒啊，就順的騎，冇騎到按夾，因為有突發狀況沒吼，有嗰種突然間撞出來啊，係啊，嘅阿公阿婆啊，一條路行10公里咧冇問題啊。誒真嘅啦，真嘅懂電影講吼，係啊，誒會見哦。從我這間視察嘛，我是會提醒大家講，視察送路以前要檢查自己的車子。哦，真嘅懂重要，係。韓國是係，你係韓國說公路啊，是盡量閃避個太差嘅。因為佢睇到死角，睇到死角，當嘅嘅交通嘅成本就講，死角所以不應斬過去。係啊，還有時係我注意個紅轉扮出來冇看見嘅奧多巴。真嘅，你咁嚇到定然後係啊，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到。就會提升這個注意力就超嘅。北強先生有愛講嘅嘛？北強先生來咯，我總共來講啦。飲酒唔視察，視察唔飲酒。點解講嘅係時人係害了？喊唔會做啲，喊住。我自己講嘅。喊住吼，咱外哦，假使你頭腦就去想事情，假使你調皮咯，千萬唔好自家視察，係唔好自家視察。盡量用兩下吼，喊袂流行嘅代駕服務，了到未係安全啦，安全嘅方法。假使那食酒過後，千萬真嘅唔好代駕安放偏，偏讓人載到冇卡門後咧，還會把你扶下去。係啊，基本上大家講到青島吼，不管是獨島三寶，七家迄三寶，用完來片面兩條三寶。觀眾朋友記得吼，甲下北強先生會記下來啊，做一個遵守交通規則嘅用路人。你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繼續來收看《香港太上宮》，要拍太假歌。